欢迎收看《公司台一台》报道高阿丁。我是苏玲，我是台南的生化人。我平常时是咧做演员，但是我有一个兴趣，就是去找古早的物件，所以我就开始咧洗菜市啊，就想讲要家记录。我就是拢写伫网络顶悬，嘛会用卡梅拉来记录。做大洗袂了，物件搁好食，每一工的打拢无共款。讲话就是较早迄种气口，较有滋味。因的创意嘛会表现伫因家己写的扛棒顶悬。老一辈的人因拢啉过养乐多嘛，所以你若是讲比养乐多较甜，因就知影讲哦，这个番麦足甜安尼。伫即马迄现代的都市内底，阁有一群人是用安尼传统的方式咧生活，所以我就是足介意来洗传统的菜市啊。咱台湾人吼有一句话咧讲吼，电锅软桥啥物叫做电锅软桥？这锅吼就是爱经迄个电冰的啦，桥吼就是爱经软软的，这是去倒位学到的呢？这吼就是去菜市啊去学的。你若无去洗菜市啊，你都唔知影讲这咩角伫什么所在。有当时啊吼，你去市啊买菜，买倒来菜歹食呢，去用咸吼，其实就是有这道理啦，你唔知影。其实吼，咱伫咧洗菜市的过程中间吼，咱就要去了解到真侪人甲人之间的迄个互动关系彼此之间的这个相处吼，无共款的方式啊。咱拄则呢嘛，伫这美食内面看到讲这个菜市啊，以早吼会当算讲是一个真闹热的所在，但是咱即马伫咧都市内底吼，较罕你去看到。是安怎讲？因为咱即马吼，拢去洗迄个超级市场啊吼，较罕你去行这个菜市啊。所以其实菜市啊呢，有一个人情的风景吼，是咱即马现主时的超级市场所看无的。所以咱今日呢，嘛真趣味哦。咱斗阵吼，要来去洗菜市啊，看卖讲吼，除了伫菜市啊买菜以外，咱阁会在伫菜市内底看到咱唔捌看过，或者是你唔知的一寡代志。咱来欢迎到咱今日来宾，这位来宾是一位舞台剧的演员，还有一个网络甲杂志的作家苏先生的苏小姐。都来了请问恁爸爸恁妈妈伫倒位？我来宾是我啊，就是你。嘿，你要洗菜市啊？我洗了。你洗了所以你买去就是你对市啊掠来。来，笑一下，歹势，失敬。我掠准讲，咱今仔日这个来宾应该熬洗菜市啊，唔是阿婶啊，就是阿伯啊，无就是阿姨啊。安尼嘛讲会通啦，因为你未来的阿姨。未来阿伯是安尼。阿伯你好。听讲你对菜市啊一寡咩角大细项的代志，你拢了解嘛？我就是看我有兴趣的物件。去买鱼，你头拄讲你去鱼市啊，对无？鱼市啊是先做这型啊嘛？你鱼是对遮来的嘛？嘿就是这堆。就是这堆哦。这是伫什么所在？嘉义。头拄坐高铁来的啦。是哦，这里青。你这安尼是要哪买啦？迄就是有一个跳手啦，伊讲跳手。伊就会。安尼行过每一堆鱼啊，就会画讲这个1公斤是160、165、啥物55安尼画。你要画进前，你要先去迄柜台领印啊。你若有听到你介意的介绍，你就把迄印啊安尼嘟出去，伊就知影讲你要爱，就互你。这是。线客嘛会当嘛，还是讲伊去挂卖迄款才会当？我拢会当去画，应该大家拢会当去画。是伊可能讲看到你这个囡仔屁来会感觉讲你这买一尾安尼无够贵，我规气我就是拢画袂着啊！迄有人交代我讲，你就要安尼抵在迄个跳手的金角头。是哦。若是伊画着迄个介绍，你就安尼嘟出去。是。但是因画伤紧，所以你根本就听无迄个介绍是偌济。所以我后来我就是坐伫边安尼看。是迄最后是有一堆鱼啊，无啥好看啦。拢伊画拢无人要爱。是。伊就讲妹妹你搁唔画，就互人
要走啊，所以我才买到迄个鱼啊。所以讲这有影吼，你买，唔是讲你有钱就当买得到，其实爱知影迄内底咩咩角角，像讲即款的即个鱼翅啊，伊上大的特色，除了化味以外，还有啥物特色？就是迄每一个鱼翅的迄时间拢无共款，因化鱼的时间，像迄家人迄个有一个卡马丁，迄就是迄半暝3点啊。半暝3点，迄个算早起啊。我迄阵就是搁咧伫学校，我就想讲我要去看是安怎咧化鱼啊。是。因为我嘛无车，所以就袂使半暝安尼驶去家人，所以我就最后一班火车，就差不多12点半到家人。你是安怎才够工啊？就想要看卖一寡家己唔知影的物件，就是拢平常时买鱼啊，就是我嘛袂去买鱼啊，因为要处理啥物，就是想讲看人是安怎化味。嘿，因为你去市场的迄鱼啊，拢是人先去卡马顶啊，还是倒位先买来啊，搁卖。想要去看讲因是安怎去买鱼啊。我上无爱去这款菜市啊，你知为虾米？多吵，都是因为鱼。因为我去看迄个买鱼的迄个过程啊，阮妈妈就带我去，去到迄个大头讲我要即尾鱼，敢若要买啊现台，迄鱼啊，拢全水。现台烤迄鱼篮的时阵啊，搁安尼，人迄阵搁有迄个传说，黑白讲的啦，讲鱼篮若是搭到你的皮肤顶管，你的皮肤就开始生线安尼。我有嘛有听过，拢有嘛听过这个话嘛。所以囡仔拢会惊迄个物件，看来搁有老火，搁味搁真重，所以我搁有买煞了后，倒手就爱灌肉。正手就爱掠鱼啊，搁有这颔棍啊，就爱挂两个迄菜担迄款物件。你讲我年代其实有呢，我有去碰到这个年代，所以我细汉的时阵少无爱去菜市啊。我到台北读册，就是拄好迄学校附近就有一个菜市啊，我就会逐工去遐食早顿。是，就发现讲内底有足侪古早的物件，譬如讲大家拢讲台语啊，大家咧买卖拢是较古早的方式啊，搁有足侪阿嬷会煮迄种，阮阿嬷嘛会煮的物件。因为我家己嘛是一个较爱老物件的人，所以就感觉讲菜市仔就会当看到足侪即款的物件。有当时我感觉讲妈妈阿送去菜市仔洗的时阵，毋是干那去买物件，干那像讲去顾厝边。像讲你讲到台语啊，伫个菜市内底大部分咱台湾的市啊，拢是讲台语嘛。台语伊咧画卖啊，伊说讲伊咧看板咧写迄个物件，有啥物件咧卖的时阵，迄个字的运用嘛真特殊。这是讲啥？伊这讲会使现食，会使现食。所以讲伊这个物件是已经熟啊。这是卖啥？卖熟客。熟客。伊可能进前写会使现食，伊无加这个。箭头是，所以会现使食嘛，所以应该是有人两个啥物现食会使啊，是啥物所以伊就加这个。伊甲你指示，就是讲先看这边，先讲这里，先读这里 A， 再来读这里使，再来现食结果伊加这个嘛，我感觉嘛无较好了，嘛是两做啥物什么。会现使食，无啦，无，这我白讲，这无，人无这个意思，是我后白讲，后白念，迄就是唔捌字，安尼后白念。就是看因家己写的迄种榜啊，迄种扛棒，你就会感觉都好耍。这张有写讲会有冰岛，因为我进前就想讲，啥物叫做内底有冰的岛啊？对啊，啥物叫冰的岛啊？冰岛。系啊，用台语这嘛是写国语啊，所以就唔知是咧创啥后来是想讲伊是写讲内有冰岛，就是有台语嘛有国语。咱俩阵讲是冰岛，就讲人甲人讲话小妈冰岛，咱是讲内有冰岛意思，就讲你若是无欢喜、心情无好的时，你会当去冰岛，毋是，伊是讲冰岛。华语啦，冰岛，开始冰岛。我感觉就是即马这个时代就足侪迄种国语甲台语做伙念的状况所以像顶届我冇看过一个咧卖卤味的迄老板就写讲老板帮你煮便便，煮便便，
啊，但是迄个扁是写写华语字，嘿，啊，所以讲看起来以为讲迄是内底有咧甲你煮迄个什么派面啊，那什么啊，伊是甲你讲甲你煮便便啦，啊，毋是煮便便啦，这嘛是菜市仔内底嘛。你讲看有，就是按久一点啊，饲较久的啊，饲较久的，系啊，啊，谁那饲较久的？因为电铃拍伊啊。无重点是这个点呐。哦，我甲你的重点都无共款。意思是啥咯？我是咧想讲，啥咯叫我饲较久的？这是电铃害去你换一个，或者所以你看有伊咧写啥哦？无重点吧？重点应该是为什么要饲较久的？伊的意思是讲爱饲较久的就对啊。就是重点就是伊无写点，伊直接写一直在点一个点。重点。嘿，就是迄重点。所以伊安尼点人就看有。啊，过来。这我就看有啊，系啊，这吼会当家己抬，买当别人。这应该做侪人有看过啊，就是抬嘛，抬你若讲伊就是杀啊，所以你自杀就是家己买往来等去抬，啊他杀就是迄头家帮你抬安尼。这真趣味吼，像讲咱会讲往来这个物件，这个水果啦吼，啊有人讲吼爱为什么往来一定要用抬哈？啊，山也嘛用抬啊，但是有人讲用下的呢，下往来，啊嘛有人讲抬往来，往来较大张。是吼，我感觉讲抬往来吼，较感觉讲吼，因为往来头，迄个头的迄个生迄个形，有头嘛，啊人讲吼往来头是过尾嘛，所以讲咱吼用刀啊个抬头迄个感觉，我感觉咱台湾人真气魄，用往来吼，咱个抬往来吼，你食呢，表示讲我真有这个真有这个好气安尼吼，感觉讲真心实安尼，真亲切。哦，所以讲这拢是你伫咧菜市仔内底发现的一寡代志。这是我有兴趣的物件。你有兴趣的？我无一定会去买啊，但是我就会翕。报道高阿丁，内容足丰富，有地理，有历史，嘛有人文甲故事。咱若是知愈多，捌愈深，对咱台湾就会。你去市啊，每一个人拢无共款。你去倒位会当拄到遮济人，伫一个所在。迄阵就是有找到一个伊咧修理雨伞的阿伯。即马毋是咧雨伞拢作俗，歹去就断掉啊。阿伯就是爱鼓励人来修，修一届差不多20-30块安尼。业剑吼，甲面膜吼修剪，啊，剪到尾啊吼，你面膜当然来梳嘛吼，啊，到尾就改浸的这个斗内底。以技术为主，啊，还是讲驱除一寡灾祸的，甲生活讲做就。康熙年代，因为要靠外船吼，行下条底，拢有牛车伫台江遐，等于是迄个接驳车啦。主人第一个，啊第二个、第三是过三手伊啊。就敢像户籍的迄个登记，所以这种有记录的就对，袂当学袂透的。是。凡人听我说金油花。啊，不会，弯弯相背，其实有。是。每礼拜请准时收看报道高丁。啊，除了讲这个看板吼，你等下看咧甲翕吼，啊，看到什么甲翕无啥，但是你会去甲这个你的卖单的这头家吼，你会去开讲嘛？北投毋是有做者迄地点嘛？啊是。嘿，啊，即马迄北投的市场内底的2楼，就是拢是地点嘛。啊，我顶届就是去啊，迄有一间叫做秀兰地点。伊你去的迄个地点嘛，其实吼，甲咱老字言的只言的想到地点嘛，迄个观念较无共款。伊有讲有分别，就是讲，若讲系地点，就是可能有你讲的迄种。分别的。嘿，啊，若是讲清茶。清茶。就是无。这就是北投的迄间秀兰地点。啊，秀兰地点。你看伊拢家己设计要放啥物啊？有影咧吼，啊，佮有一个伴唱机。哦，所以讲啉茶，啊，佮有其他的娱乐的节目，哦，你会当唱歌，哦，啊，你会当开讲，哦，啊，人坐伫遮过一天，哦，啊，一天又一天，啊，人甲人之间吼都互相熟悉。我感觉讲这个所在毋是一个食茶的所在尔。因讲伊就是为着要甲大家开讲才开的啦。无你讲吼，咱逐工去，啊，突然间我有一天无去，人就讲哎，伊是毋是有代志？哦，我讲这是社区文化的一部分。咱台湾人迄个邻里之间的迄个关怀甲相处，其实就是透过这款菜市啊，吼去牵连着咱
彼此之间的情感。你听讲你嘛有甲阿伯啊有卖目镜的人有啥物关联啊？哦，迄就是伫迄目沙的市场遐有一个，伊讲伊开50外档啊，50外档，就是卖金表啊、目镜的迄种店。是。啊，迄阵我就是行入去内底哦，迄头家毋是问我讲，啊你要买啥？伊是安尼看，啊就讲，哦啊你耳珠足大哦，安尼富贵命哦。是。啊后来就知影讲伊个会看面相。啊。嘿，伊啥物拢会安尼。啊伊咧卖目镜，拢是即马迄少年人较爱迄种复古的款式。是。就是圆的啊。我知，其实伊无特别传。是因为即摆的人，想讲啊，我挂一寡以前的物件，就像你看，你较介意古早物啊，所以你就想讲啊，去踅即间店，颠倒会当去找着一寡以前的物啊来用。啊，但是因是有那做旧啊，所以你摕开就断去。是哦。安尼嘛无好。是。啊，物件歹起来，咱摕来去修理一下，较袂去拖这条。啊，即个歹物啊吼，除了讲目镜啦、较旧的物件啦、啊雨伞嘛会当对。顶届去迄南港的市场啊，就是我甲一个团队叫做城市修理站，是，因有合作啊，就是去菜市仔内底找迄种会修理物件的档。啊，修理物件，专门咧修理雨伞、目镜啦，歹当故事啊，啫。嘿，啊，迄阵就是有找到一个伊咧修理雨伞的阿伯。啊，即马毋是咧雨伞拢作俗。是啊。啊，所以你歹去就单掉啊。对啊。买一个就好啊。那就搁修理。嘿，啊无啊，所以迄阿伯就是爱鼓励人来修。啊。所以伊就差不多修一届差不多20-30块安尼。嘿，作俗。而且讲即马迄雨伞骨啊，毋是拢是迄阿鲁米做的，所以拢做定歹去，断去。啊，迄阿伯都会用迄钢来换，啊，所以你修了颠倒个较好用。伊会当帮你换迄个布啊。是哦。嘿，啊，到落尾骨嘛换，啊，迄个线布嘛换，啊，到落尾规支雨伞拢新的嘛。顶悬迄个嘛换咧。咱去菜市仔买物件，明明迄个物件就是写讲吼桥10块，哦10块一条安尼。但是哦，咱若干那要去甲划价，哦，你甲我算一个拍一个9折啊，吼，你甲我算3×9=27，27啊，你甲我算27块就好啊。啊妈啦，27块我成本无够啦，啊28啦，啊就一个开始画，啊一个开始坚持，到落尾安尼10分钟过去。啊，我就想讲啊，大家有这样有时间，啊去迄菜市仔甲人划价。我感觉讲，到落尾人甲我讲吼，若去菜市仔买物件无划价，迄就无好做洗菜市仔。我才去想讲啊，其实吼，迄就是人甲人之间吼，我毋要去享受讲人的互动关系。但是咱去菜市仔这种全温度，包括迄个鱼啊是冰的，啊包括这个菜是青的，吼啊人甲人之间迄个体温有偌济，其实有一个互动的关系。迄阵迄个修理雨伞的啊，有我去的迄届就是有一个人，伊就摕两个雨伞来要修理，啊迄雨伞已经歹甲不如去。投胎转世，系啊，啊，搁要修，是，啊，迄阿伯嘛是讲，哦好啊，就帮你修，啊50块就好啊，50块，伊爱规支安尼拆掉，啊搁倒开，是，啊但是我看讲，啊你一个人你愿意修，啊你这个人嘛愿意甲你斗3工，啊因就是咧。哪修哪开讲，对啊，重点是开讲。嘿，啊，这张有啥物特别吗？你敢袂感觉这个字做好看？拢安尼细角角吼，啊，那就标准，这真够写的吼，啊那。嘿啊，就是用写的，重点就是用写的。嘿，伊毋是电脑排，因为即马做者扛棒拢是电脑排。啊，电脑所出的。嘿，啊，这个就是迄头家是香港人。哦。嘿，啊，伊就是用迄种较传统的方式，就是用。去伫迄抓毛啊，啊个擦迄个。啊，我知，伊要写这个字进前，伊就先用迄个纸甲刻一个毛啊，吼啊毛啊刷了，甲放伫顶悬，啊用迄个笔落去擦，吼擦色去顶悬。这张啊就是用印的啊。咱台湾吼真济迄个袂食的吼，迄个大头迄有影是拢写甲安尼足济字，互你看得明。啊，拢做这3个色。嘿，拢3色，拢是蓝色、红色，啊，搁青的，这3色对无？啊，介绍顶悬拢写伫遮吼，
啊挂菜。感觉下下袂落。无啦，这挂菜爱看时日的。哦。有当时啊，你无出的时阵，你挂菜无，所以你写一个顶管，伊挂去改水较麻烦，所以伊挂菜是用写的。哦。所以讲这有特色的，这有影是咱台湾有啦，别位无。谁哪伊这个看板吼要印啊，遮侪字拢甲印伫这顶管，安尼写甲安尼麻是为虾米？较澎湃。我甲你讲，除了较澎湃以外，我知影美角伫倒。因为我既然要做看板，我印1字嘛是迄个钱，我印10字嘛是迄个钱。正经啊，这嘛是我去设这个大头的时候人甲我讲的，这是咱台湾人的性格。啊，伊较侪人嘛看较明，我有咧卖啥？你敢有看较明安尼？有呢，我就是看糖粉汤啊。但是毋是糖粉汤，是迄贡丸糖粉汤啊，猪刀工糖粉汤。我甲你讲，因为我食素，所以我敢若看我有兴趣的。糖粉汤是重点，这顶管是啥物料？只有看到糖粉汤甲饭。甲饭啊，迄只我拢看无。其实规日要印哦，甲印较侪字，而且敢若这3个色。哦，有这个机会，咱就会当去较这个头家去开讲。我讲咱台湾人真心识趣味的迄个方法，就是伫遮啦吼。我最近较爱去牛墟。牛墟哦。因为我嘛无啥咧买菜，我无啥咧煮嘛，所以我较爱看迄种古董啊。二手的物件是，但是牛迄毋是卖牛的吗？哪有迄个卖？无啊啦，即马无啊啦。是吼。系啊，以前是有讲阿嬷拢有讲，因拢会烤牛啊。我阿公，无拢。你阿伯。无拢一个想讲牛迄就是咧卖牛的。无，即马因咧，我感觉好耍的是因拢会卖一寡做田的鸡骨啊、菜仔啊、鸡仔囝啊囝，但是因个会卖古董，因家己收藏的。啊，顶下我就是看到一个大因，就咧卖迄欧熊煞鼠，是，啊是玻璃片迄种，玻璃干仔，嘿，较早的，啊内底阁有哦。是哦，啊，敢阁会啉的吗？你买啉吗？丁年的，我会当买互你。迄就是即马一罐爱450块。是哦。啊，你等下看讲哦，以前的物件洗做安尼。啊，甲即马有啥物无共款？无你靠你买回去，甲拍开内底是底豆油，有做鹅肝仔底豆油。洗菜市啊，到底有啥物乐趣啊呢？有啥物趣味的所在？你甲大家讲的，无你看哦，大家拢带你去洗菜市啊。你若是有即个心吼，你就会愿意去行入去迄菜市啊。是，伊是水伫倒，你古早味对你来讲是水伫做高工。高工。嘿，像他拄仔迄个扛棒伊家己写。就是做高工，啊，伊爱开做的时间，啊，即马电脑出来物件，大家拢共款，是，啊，会当出产足济，是，啊，拢共款，所以迄就无特别啦。你去市啊，每一个人拢无共款，你去倒位会当拄到遮济人，伫一个所在。即马你若是伫都市，你要听台语嘛，足少嘛，是，嘿啊，啊，你要学台语嘛，是一寡网络的资料啊。啊，迄讲起拢是较像咧上课安尼，啊，你要听较听到的，吼，就是爱去菜市啊，大家拢会甲你讲台语，咱的菜市啊，吼，你只要去豆啊去甲洗啊，吼，用心去甲观察，其实你会发现讲，咱的菜市啊真水，水伫咧倒，水伫咧人，所以讲咱真系嘛真欢喜，未来的阿桑。未来欧巴桑苏玲来到咱的现场，啊，未来阿伯来甲你祝福，希望讲哦，未来你为咱台湾会当做更较侪关于着这人文的记录，啊嘛，望着大家来斗支持，吼，这囡仔人有真侪想法，咱就应该吼斗阵来收听，感谢各位，感谢你。